待機狀態30幾度，一開 Firmware 溫度直接70度起跳，而且溫度升得好快，破百亦係必然。張卡一直用開好地地，顯示卡跑測試溫度高達100度，正唔正常呢？梗係唔正常啦，超過90度都已經係高溫有問題嘅啦。時間耐咗，散熱高，散熱墊片就會乾，影響散熱。手上呢一張3090有翻咁上下實戰經驗，依家幫佢重新更換新嘅散熱膏同散熱墊片後，溫度係慢慢咁上升，穩定保持喺80度附近左右，而且風扇轉速亦係好安靜，即刻就能夠恢復翻最佳嘅狀態，繼續為 AI 而做貢獻。我哋回收同賣出嘅顯示卡係有要求嘅，必須新淨靚仔，功能全正常。門市可以即場上機測試。買嘢最緊要買得有信心，唔需要估下估下。我哋仲有3日免費試玩，玩完覺得效能唔夠，可以直接補差價再升級。有興趣可以嚟門市度睇睇。深水埗高登1樓77號鋪。